內地最新公布4月份嘅經濟數據放緩，應該點解讀呢？咁而人行減息又係咪能夠刺激翻港股呢？大家好，歡迎收睇財經早餐。今日5月21號星期三，我係 Colly，Alan 早晨啊。早晨 Colly。Alan， 我哋睇翻咧最新嘅中國公布一系列經濟數據，咁見到其中4月份嘅零售同埋工業咧，分別都係按年升咗5.1%同6.1%嘅。咁而今年嘅頭4個月固定資產投資按年更加係升咗4%。咁三個數據咧都比3月份嘅時候有所回落喎。咁但係咧港股就見到靠穩，似乎冇受到啲咩影響喎。係啊，冇錯啊 Colly。咁之前咧市場可能比較擔心咧4月經濟數據咧可能比較差一啲啦。咁雖然而家出嚟啦，幾項數據按月都係回落啦，咁而且略低個市場預期啦，咁但係仍然都保持到增長咯。咁而且啦，有報道就話啦，5月內地出口到美國嘅訂單咧大增，咁所以市場憧憬緊啦，其實5月內地經濟嘅表現咧會比4月改善嘅。咁畢竟啦，4月嘅數據已經過咗去啦，咁而且咧受到市場不確定嘅因素所影響啦。咁相反啦，5月嘅數據咧更加影響到市場咯。冇錯啊！咁而另外咧都見到內地宣布進一步減息刺激經濟，咁而下調咗啦1年期同埋5年期以上嘅貸款市場報價利率 LPR 10個基點嘅，咁分別啦依家係去到3%同埋3.5%嘅水平，咁呢兩者咧其實都係創咗紀錄新低嘅，咁希望嚟緊咧都可以刺激翻呢個貸款嘅新需求。咁至於大型內地銀行咧，亦都係下調咗存款利率，活期同埋定期存款咧都有所降低，咁相信咧目的都係減低居民將錢存放喺銀行嘅誘因，咁希望可以帶動翻整體嘅消費啦，同埋投資喎。係啊，咁我哋都見到其實內地不斷刺激緊經濟啦，咁相信能夠支持到港股嘅表現嘅。咁值得留意啦，就係雖然咧內地下調咗貸款利率啦，咁但係內銀咧下調定期存款利率嘅幅度咧，其實比貸款咧更加大。咁相信咧可以緩和到內銀淨息差收窄嘅壓力啦。咁另外啦，如果內銀嘅貸款增加嘅話咧，加埋內地經濟繼續好轉啦，咁相信會支持到內銀嘅收入嘅。咁而家市場都預期緊啦，內銀今年嘅盈利咧同埋派息咧可以保持到穩定嘅。咁再加上啦，之前啦內地為4間嘅國有大型內銀啦注資，咁加強咗資產質素，咁呢個亦都利好到內銀嘅表現咯。咁而另一方面咧，其實近期嘅大型科技股咧，咁都係陸續公布咗今年嘅第一季業績。咁睇翻整體業績啦，大型遊戲嘅企業咧表現係比較好嘅。咁而電商收入咧，雖然都繼續保持翻增長啦，咁但係市場都好關心咧嚟緊即時配送市場嘅競爭咧都會有所加劇喎。係啊，冇錯，因為咧有電商咧加入咗外賣市場嘅競爭啊，咁同時影響到本地生活業務嘅市場咯。咁就包括咗食品啦、日用品啦、藥品嘅即時配送服務。咁市場就擔心啦，幾間大嘅科技企業啦，即時配送市場嘅競爭會加劇，咁從而啦，佢哋又要加大補貼啦，亦都影響到盈利咯。咁相對嚟講咧，其實遊戲市場嘅競爭格局咧就比較穩定一啲嘅。咁而且咧，其實佢哋都不斷開拓緊海外嘅遊戲市場咯，咁可以幫到佢哋啦，提供到一啲增長嘅空間咯。冇錯，咁大家記住咧都要留意翻相關嘅板塊啦。咁同大家傾到呢度，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拜拜。